小朋友聚精会神组合手中的木偶，老师郑燕珍按步骤慢慢讲解，寓教于乐。相思木是硬木，但是因为它有那个丰富的糖分，然后那个虫很喜欢去蛀它。那如果说3叶雕刻师傅都刻好之后，哇，1、2个月之后，整个雕刻都是洞。木雕师傅眼中的朽木也能成为组合式的创意作品。另一旁，男主人林进昌和员工在一堆相思木树枝中挑啊捡的，拼凑小木偶的躯干、四肢。这是什么？好不好？先把手，哦，这是手，这是手。对，哦，一个手是这样子弯的，弯手跟直手，弯的手，一个是直的手。而这些原本都是别人不要的废弃木料，相思树易被蛀咬的缺点，透过自创的干燥室，一盒一盒堆叠风干，成了自成一格的工艺材料。小的它因为太轻，它画那个工划不来，它就丢在路旁。那我就一开始是捡那个回来裁切，所以我的最大的直径大概1寸而已。传统木雕都在大块木头中一刀一刨雕出作品，这是删去的概念。林进昌选择逆向用增加的想法，把木头当零件重组，透过排列组合，木料的生命有更多可能。那雕刻其实危险性很高，就是试过几次小朋友都会受伤流血。那后来我就一起采用这些材料来组合，就是我做危险的部分我先做好，那小朋友组合它其实安全性就很高。而且很快就会有一个成就感。3亿的孩子怎能不碰木头？才国小的孩子也能完成自己的木偶，在学习中更贴近自己的故乡根源。小朋友，你看，马上 OK。夫妻俩的工艺教室把自然融入创意，营造一个欢乐的梦幻森林，也赋予木材工艺新生命。两台马上 OK， 硬先生。两台马上 OK， 硬先生。